客落飞龙机爱通过真侪关卡，若是笑着阳性，就要随送去病院。今仔日桃园机场回国的人数预计会有4200人，拄着要过年时啊，和王必胜批病甲真严。059654，一做完看，这个检验都结束，陆续旅客阴性旅客陆续离开，那确诊旅客现在就是送医当中。下早6月登岛的航班有为奥克兰、安大略、洛杉矶、温哥华，还有纽约甘乃迪回国，382个人，拢总29个人确诊，阳性率7.6%。为洛杉矶登来确诊数上济，阿拉伯阿嬷还有3个登岛的航班，算算今仔日有724个人爱做采检。今天采检都还算蛮顺利的。这个3天半以来，我们总共有做了。旅客总共1837位，那总共有139个确诊，那阳性率也是7.6%，那表示说还蛮一致的。今仔日明仔载是桃园机场上侪人回国的日子，2天人数加起来预计会有8100个人。这位中心讲，边境的压力真大，所以来这几天旅客回国的人数，同款的维持在成千人以上。其实Omicron它是属于传播力快，然后又属于多重管道的传播管道的这样的一个途径，也是非常的这个多元化所以对于追踪它的感染源上面，其实有它非常困难的地方。救护车来回出入，甲确诊的患者送去病院隔离。面对 Omicron 变种病毒传入来，边境都唔敢去放，就惊疫情会愈来愈严重。